新闻头家先赶紧来关心到行政院针对国会职权修法提出复议案。今仔日立法院徛名表决，伫中昼时阵结果已经出来啊。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以62票对51票，甲复议案否决掉。因内民进党团表示，复议失败，因会伫总统公告法案生效了后，随提出释宪甲暂时处分来反制。 立委因排队买领2张票，一张是粉红色的立宪职权刑事法复议案，另外一张是黄色的宪法的复议案，分别等因啦。国民党团也伫咧甲票投入去进行，先做伙发挥。 那赢做伙发挥，另也是并外口民间清了活动所送的冰针、大纸加手环，代表支持民主深化。不过，这两个案件因为南北党团的人数优势被否决。民进党团总调黄建明强调，将会伫咧总统公告了，随提释宪案加暂时处分来反制。国民党团总调卜坤基讲，会行使听证调查权，全力监督政府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来马上提释宪案以及紧急处分，当然要等总统公告后3天，我们马上会提报告紧急处分，所以不存在所谓空窗期的问题。这个所谓的绿能种种的这些重大的国家的弊案，这些民脂民膏人民的纳税钱到底进到谁的荷包？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全力的来查弊。 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，毋但是伫投票进程表示讲会团进团出投否决票，也强调伫咧国会职权修法完成了，会注重伫咧在违法、国法假定这款进行因答应要推出的法案。吹哨者的保护，包括了有关于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跟基层的劳工能够加薪的加薪法案，这个都是我们接下来要一步一脚印履行对于选民承诺。 国民党团也表示会盘点民生期待的法案，譬如讲中小企业加薪减税条款，希望赶伫咧7月16进行通过。伫表决进程，民进党团秘书长林佑昌代表党主席赖清德替另外的党团加油，强调立法院会期结束进程，拢会继续全台湾宣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